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我哋今集光正會客室。上一集南方東英嘅 Barbara 就同我哋提及咗一啲個股嘅共反產品啦，當中咧就提及咗 MSTR 同埋 Coinbase 啊。而今集咧 Barbara 會為我哋帶來更多關於一啲熱門嘅美股產品嘅喎，係咪啊 Barbara？冇錯 ，Ricky。係啊，其實投資者最熱門、最關心嘅咧兩隻股票一定係 Nvidia 同埋 Tesla 噶啦。咁但係其實呢兩隻股票咧近期喺美股調整嘅期間咧，其實都跌得比較深喎。咁如果投資者想搏佢反彈，又或者繼續睇淡，又可以點做咧？嗱，上次都講到啦，我哋睇升2倍嘅美股個股槓桿反向咧，睇升嘅就77開頭啦，睇跌就73開頭啦。咁上次咧已經俾咗4個 number 俾大家噶啦，咁大家都話咦，仲有多啲 number 點樣去記咧？嗱 Tesla 有碌噶嘛，咁所以咧我哋就揀咗66尾，睇升2倍嘅就係7766啦，而睇跌2倍嘅咧就係7366。咁至於 Nvidia 啦，就係88尾啦，就係睇好嘅7788。或者睇淡嘅7388，其實都可以利用翻呢一啲嘅槓桿反嘅產品咧去做翻部署噶。咁如果投資者唔想留意一啲科技股啊，覺得可能波動比較大啊，咁想睇翻啲表現平穩少少嘅美股啊，咁又有咩選擇呢？嗱，因為之前有講過啦，一啲虛擬資產相關啦，又或者今次講嘅一啲科技股相關咧，個波動性亦都係比較大嘅。投資者都驚，咦有陣時板塊輪動啊，又或者想揀一啲價值型嘅投資咧，我哋咧都揀咗一個底層資產俾大家，都係好適合投資者嘅，就係巴菲特巴郡嘅 B 股啦。咁而巴菲特股神啊嘛，大家都唔想同佢作對噶嘛，咁所以我哋就冇做一個反向嘅操作，冇做一個反向嘅產品，淨係咧做咗睇升2倍嘅個 ticker 咧就係7777，非常之容易記。咁投資者就話，如果你想用一啲嘅價值型投資啦，或者係揀翻一啲傳統經濟相關嘅咧，就可以留意我哋呢一隻嘅產品啦。又或者喺你個投資組合入邊啦，都可以揀翻啲有一啲係虛擬資產相關嘅，有一啲係科技相關嘅，有一啲係價值型相關咧，就更加全面啦。唔該晒 Barbara， 一連2集為我哋介紹咗 Nvidia、Tesla、Coinbase、MSTR 同埋巴郡嘅投資選擇俾大家嘅。咁最後想問下你有冇持有相關嘅產品啊？冇持有㗎。咁投資者如果想了解多啲呢啲產品嘅詳情咧，歡迎都上翻去我哋南方東英嘅官網啦。咁入邊嘅底層資產啦，或者管理費啊，一啲嘅資產淨值等等咧，都喺上面有㗎啦。最緊要係了解咗先至好投資啦。明白晒啊！我諗大家都咁，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。咁大家咧睇完呢段片之後咧，就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記得撳埋個鐘仔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！立即下載光正財富高，記住要訂閱我哋呢個頻道，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啦。